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7月8號星期三，星期二出一條片講呢個投資大行集體唱淡香港樓市啦。咁有朋友留言話估唔到我都有睇留言喎。咁我呢度必須講啦，就雖然我未必即日覆到大家或者睇得晒啲留言，咁但係通常假日咧我都可以睇翻晒啲留言，有需要嘅都會回覆大家嘅。咁如果大家有啲咩題目或者有啲咩問題想大家討論嘅，都歡迎喺下低留言區討論啦。星期三今日我哋見到恒指咧係出現一個急劇嘅反彈啦，回升翻700點，上翻24,000點水平。呢個我認同咧係其實喺急跌咗上半年跌咗大概係1,600點，一個技術嘅反彈上翻24,000咧都唔係咩意外嘅事。咁但係我哋留意到咧喺外圍其實喺包括呢個美伊嘅戰事仍然有高度不明朗啦，油價亦都急升啦。咁到底即係呢個股市反彈係一個長期啊定係一個短期嘅情況呢？呢度大家自己要好好衡量啦。今日會想講咧係呢個外圍金融市場嗰個變化，特別係咧呢個日元嘅狀況。我哋見到美元對日元係升穿咗162對1美元啦，咁即係換言之係日元急跌啦。亦都咧如果對港元計咧，更加係跌到去4.8每百港元4.8日元，呢個係講緊逼近40年嘅低位，係一個都其實幾可怕嘅數字。單總結6月都跌咗2%，上半年計咧更加係跌近4%。其實唔單止日元急跌㗎，如果大家留意亞洲貨幣咧，雖然譬如話南韓股市上半年倍翻咗，急升咗1倍，但係南韓元咧其實亦都係錄得多年嘅低位。呢度已經可以引申出係經濟學人咧今期有一篇嘅文章討論到呢個亞太區貨幣嘅貶值，會唔會引發咧？其實係嚟緊一個要搞一個新版嘅廣場協議呢。咁但係當中關鍵呢，當然唔可能冇咗中國㗎，因為中國有最龐大嘅外匯儲備。如果喺北京眼入邊，廣場協議唔係國際合作，而係當年係日本被逼升值，今日到底中國會唔會願意係加入呢個新版嘅廣場協議呢？呢個對嚟緊下半年以至未來一段時間呢，成個資金市場、資本市場嗰個資金嘅流向呢，我形容都係一個好關鍵嘅影響。今集想用呢啲情況同大家拆解一下。當然喺香港朋友嘅眼中，呢個日元跌到40年低位，每百日元對港元只係跌到去4.8算，大家第一個反應當然係換 yen 啦，去日本啦，返鄉下啦，買平貨啦。但喺金融市場眼中呢，呢個唔係旅遊優惠，而係全球咧貨幣秩序咧出現咗一個都幾嚴重嘅裂痕。其中譬如投資大行高盛咧睇得更加淡，預測美元對日元咧1年內會跌到升到去咧165。不過同一時間亦都有日本嘅前高級官員山崎達雄咧就唱反調，認為日元合理水平咧應該係130，即係比而家嘅水平高出2成。咁大家都想象到啦，日本官方咧係並唔希望日元大幅貶值㗎。呢個其實對現屆政府咧，無論喺個輸入通脹，以至喺民間咧引起嘅震盪咧，其實都係相當之唔理想噶。咁所以過一段時間咧，亦都間中會見到咧，日本央行以至係日本嘅財金官員咧出現一啲出口術啦，可能係一啲口頭干預，係希望可以阻止日元嗰個跌勢。咁但係無疑有過去嘅歷史經驗見到咧，口頭干預係基本上完全收唔到作用噶。咁到底背後有咩具體嘅原因呢？當然，其實呢度就大家要引入好熟悉，大家都成日聽噶啦，就係呢個日本嘅渡邊太太咧，先至可能係真正影響左右住成個日本匯市咧，係會好關鍵嘅作用。
因為今日日本嚟講咧，日元嘅問題唔係日本政府唔想救或者救唔起、救得唔耐，而係或者救得唔徹底啊，而係因為真正可以嚇怕對沖基金，但係佢可唔嚇怕唔到咧？佢嘅真正狙擊手就係頭先講渡邊太太。所謂渡邊太太其實講咗好幾十年噶啦，就係講緊咧以前咧喺日本嘅家庭主婦，因為日本已經實施呢個量化寬鬆，係講緊40年啦。日本嘅家庭咧基本上都明白係將資金擺喺日元咧，完全冇回報嘅。為咗要爭取一定嘅回報咧，所以渡邊太太們咧就好識得將啲錢咧係擺放喺海外嘅資產，希望咁樣咧係可以吸引到更高嘅回報，唔使咧擺喺日元咧，基本上完全都冇收入嘅。咁所以喺呢個呢段時間咧，影響住 yen 呢個匯率水平嘅，其實係日本本身嘅民眾，佢哋將資產咧係大量投放到海外，變成咗咧一個係制衡呢個日元難以升值嘅一個好大嘅力量。佢哋會識得將錢咧搬去存美金啦、美債啦、買貨幣基金啦。呢個係基本上真係一個理財嘅常識。佢哋唔係咩大鱷沽空，而係千千萬萬個家庭咧用腳投票。所以呢個係真正解釋咗咧，而家日元嗰個危機，無論你央行幾多次口頭干預，甚至聯同其他國家一齊做聯合干預，咁但係實際上咧，對嗰個日元嘅影響力咧，真正係最令央行頭痛嘅，唔係呢啲索羅斯嘅投資大鱷，而係全民都覺得咧，你自己嘅貨幣根本唔值得持有。而且仲有背後結構性嘅因素啦。雖然你日本央行最近亦都再次加息，呢個日元嘅利率加到去1厘啦，講緊呢係30年嘅最高啦。咁但係1厘嘅水平其實完全係喺 G7 入邊呢，仍然都係即係一個最弱嘅一個利率最低嘅一個貨幣。除咗頭先講到渡邊太太，其他投資者一啲對沖基金，亦都好識得搞呢個套息交易啦，carry trade， 即係換言之用好低嘅利率借入日元嘅資金，再投放到譬如係其他高息嘅貨幣，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穩賺不賠啊！除非你個 yen 咧係突然間大幅升值，但係好明顯啦，大家都睇穿咗，基本上就算你口頭干預咧，呢個日元升到一陣啦，但係都唔會咧係一個長期嘅一個升值嘅狀況。特別係而家今年下半年開始，美國聯儲局有機會進一步加息，令到美日嘅息差咧進一步拉闊。同一時間，日本本身嘅財政結構太弱，政府債務高企，呢個政府債務佔 GDP 去到超過200%，係 G7 入邊最高嘅。咁顯然咧，亦都係對賭到咧，央行唔敢大幅加息，因為一旦加得太急咧，呢個國債日本嘅國債市場其實可能率先出事。其實最近日本嘅國債市場咧都開始有一個少少崩潰嘅跡象。講緊10年期嘅日本國債咧，已經個利率去到2.88厘，接近3厘。呢個亦都係講緊咧係40年嘅新高。30年嘅長債更加係升穿咗4厘。呢個對日本政府嚟講咧，其實嗰個利息債務嘅開支咧係越嚟越沉重㗎。呢度帶出咗《經濟學人》今期其中一個文章啦，係咪喺2026年嘅今日咧，全世界係需要一個新版嘅廣場協議咧？因為亞洲貨幣係積弱得太耐啦。咁到底會唔會係即係由美國帶頭？因為喺特朗普舊年上台嘅時候，亦都曾經講過係咪要簽訂一份新版嘅廣場協議咧？因為喺美國眼中會嫌呢啲亞洲貨幣係太疲弱啦，令到自己嘅出口競爭力受挫。歐洲亦都嫌呢個人民幣太平，日本本身亦都想救日元。咁但係同一時間最吊詭嘅係，中國卻最怕咧就係資金外流。喺特朗普華府嘅眼中，當然嫌美元太強啦。咁但係另一邊，
佢嘅財赤問題始終係冇辦法解決，唔願意真正勒緊個褲頭。你自己放水發債，但係叫全世界幫你壓低美元，市場又點會相信呢？而且更關鍵嘅係，根據經濟學人嘅講法啦，如果你要一個新版嘅廣場協議，點可能冇咗中國呢？但係喺北京眼中，呢個廣場協議唔係真係國際合作。當年1985年喺日本咧被逼升值，令到泡沫爆破，失落咗30年呢個迷失嘅日本年代。呢個歷史嘅警告咧，正係俾到北京聽咧。今日西方要求人民幣升值，北京聽到嘅唔係匯率調整，而係擔心咧當年對日本個施壓迷失30年咧會重演。所以中國嘅選擇咧好清楚嘅，寧願係資本管制，寧願咧係進一步嚴查呢個跨境券商，寧願設立一個閉環嘅投資渠道，亦都唔會將人民幣升值嘅主導權咧交俾外國。呢個正係最近我哋見到7·1境外投資新規 ODI 見到最新嘅情況。固然過去一年有話近1萬億美元嘅資金外流咧，呢個係北京擔心嘅。但係更關鍵嘅係呢個喺政治嘅層面咧，北京唔願意係對呢個歐美係示弱啊。呢個咧其實可能個影響係更加關鍵，因為喺北京眼中資金可以出去，但係必須要走呢個官方批准嘅門嘅大門啦。我哋見啱啱喺星期二呢個人行行長潘功勝落到嚟香港，進一步加強人民幣國際化啦，包括咧係擴大呢個 QDII 喺香港個額度，亦都希望更多門路咧可以透過香港呢個資本市場可以進一步加強國際化。咁但係成個部署咧必須係官方允許㗎。你投資可以海外化，但係你嘅收益咧係要翻到去人民幣嘅閉環處理。如果妄想咧，中國可以短期內進行呢個資本帳嘅開放，即係容許資金自由流出流入咧，基本上係完全唔可能㗎。所以成個話希望有新版嘅廣場協議咧，其實只係一個政治幻想啦。美國想美元唔好太強，但係唔想減財赤；歐洲想人民幣唔好太弱，但係喺歐洲嚟講幾乎完全冇籌碼；日本想日元唔好再跌啦，但係唔能夠做到大幅加息，亦都冇辦法咧對沖到渡邊太太咧將資金咧係大舉外流。到中國想人民幣國際化，但係又唔願意咧資金可以加快自由外流。各方有各方嘅盤算，但係大家都唔願意咧支付真正嘅代價。而家日元跌到4.8算對港元啦，表面上就利好大家返鄉下啦，去日本可以消費，但係深層次嘅就係日本經濟咧加息根本係冇可能，但係唔加息咧就會做到慢性放血嘅困局。如果今日嘅情況繼續冇辦法控制資本市場繼續出現一啲咁嘅失控失調嘅狀況咧，呢個所謂2026年嘅金融戰咧，更加似係一場圍繞住美元、人民幣同全球資本流向控制一個角力。咁但係一旦失控嘅話咧，其實對大家嘅投資資產配置咧，可能都有相當大嘅衝擊㗎。呢度咧係值得大家喺2026年嘅今日咧，好好留意住。今集時間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鍾意我分享嘅內容啦，我哋聽日再會。